大家好，我是小雷，我是金子。今朝到家主部去吃蟹龙虾，我里边浪一杯龙虾底，随了他游路浪，每次经过啊，总归了浪排队。今朝去尝尝看。带着汤湖龙虾、上水羊肉，这个2块展包那位出现了100点了，已经有人了浪吃着。老板娘，你哪搭人？我是上海上水人。我上水不是卖羊肉的嘛？你那现在卖龙虾酱？春天到夏天呢招龙虾，那么天冷呢招羊肉。烧鱼100点，2块展包。对于第40困难症，龙虾的各种吃法侪有。点子一个龙虾视频，现在辣辣改我个虾。那个龙虾你到阿大个酱？全部倒高的。老板娘，那一打个龙虾一般来讲是交通的1斤。我最近这个进口高才80块一斤的了。你这个龙虾品质好的，侪是790以上的大虾。我阿种鹅毛个酱。你不找鹅毛，再找糖子，你现在好的品质来了店里向。家主部今朝难得的得来咪咪皮嘴，鱼生蛋的。家主部你要打起。龙虾散得慢，先吃2个臭臭。Lady first。那个鱼虾肉看得嫩的。来着，老板娘你臂力可以。是的，这个有点重的。视频吃法清水、收泥、13香，还有展包的金颜色秘制散法。开吃。家主部，你今朝的任务就是拿一个么子吃光，龙虾吃不饱的侪是烤鸭。看看一个黄，今年第1顿龙虾。渣渣里向有黄。包一个把儿子尝尝。来，这个清水，弟弟。龙虾。没了。米蛋的哈。在。那个龙虾塔还搭点个人再多。皮嘴加龙虾真的是没话讲，基本上侪吃光了。一只老水桶，龙虾壳装满。还有2只你要吃？半只。搿点龙虾吃只1个半钟头，走来天也黑着。朋友们，3楼的龙虾今年已经吃过着，多个啥辰光吃？